心，咱的移民情就将真恭敬，心挂着强的心事之理，亲下我罗伊给他的慈悲，主兄弟传的一问天无限，主兄弟知道一束火蓝的礼赞，烟花的地被兄弟喜听。一首诗声下天蓝天喜命，有树老伯灰色蓝的水，团主为好音感情难丢吹，只吹我罗主音哈利路亚。专心菩萨慈悲之罗摩呀。第三站，全灵的君同兄弟喜义，咱就顺好一的我命好起，主被的外之心法之律。咱就经欢会他向受惠，心都入天堂，地人更欢喜，加心亲像一堂火炉饮食。好，这是咱今仔日第一首的信息，按当用赞美感谢的心来吟。咱第二位的圣诗是第22首，主上帝正手。这首诗歌咱正经嘛应该拢唱过吼。伊的歌词有7节，较济吼，咱来读一遍，对第1节到第7节。好，咱请第1节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写字，写出仁爱关联的话，咱冲突甲失败。咱胜利甲目屎，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。第2节，请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，虽黑暗无大我，真容易行歪错。伫主上帝正手，咱受引带。第3节。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攻击嫉妒、贪婪、怨恨，咱自私甲自利，咱骄傲甲不义，伫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。第4节，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扶持着滑倒的人。伊认得咱的名，对见效中得赦，伫主上帝正手，咱受扶持。第5节，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医治破碎肉体心灵，伊安慰真奇妙，伊疼痛算袂了。伫主上帝正手，咱受医治。第6节，主上帝正手伫咱中间栽种自由、望仁爱，愿世界正主民当徛起，当三亲担心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体。好，来6节尔好。咱来请琴来弹一遍。好，主上帝正手来。好，咱第1节来请。
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写字，写出仁爱关灵的话。咱冲突甲失败，但心力甲拍赛，伫主上帝正手拢有。来个出一遍，第一节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写字，写出仁爱关灵的话。咱冲突甲失败，但胜利甲拍赛，伫主上帝正手拢有记载。第二节，主上帝正手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指出咱应该行的路。虽然乌下不打我，真容易行坏错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刑错。第三节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攻击，直到贪乱反悔。咱主事甲主治，咱骄傲甲不义，伫主上帝正手拢受攻击。第四节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扶持着踏破倒的人，伊认得咱的名，对见小强的下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扶持。第五节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起地，伊破碎肉体心灵，伊捍卫真奇妙，伊疼痛生回了，伫主上帝正手咱受起地。第六节。主上帝正手，伫咱中间在情自由望人海，愿世界真主平，当客气的杀情，伫主上帝正手正做一天。咱伫上帝正手内底，相做一体，请咱准备心，开始今日礼拜。请安静，放心来敬拜上帝，教导。
并排在地上帝，伊拯救心内正义的人。上帝是公义的审判师，也是日子发出受气的上帝。大家来吟诗学罗上帝，圣诗273首，圣诗273首。请起立。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做伙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，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真的主，对信神投胎，伊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着比拉多忍耐受苦，因十字架死埋葬高因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升天，阿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要对遐骨再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信神，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印度的相通，被赦免，肉体的过化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大家用配音文53篇来应答上帝话。配音文53篇，我着带什么着群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？上主减袂欢喜，亲亲食的公羊，也是慢慢着火油。人啊，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，要心存公义，心存父爱，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，同心来祈祷。全能永活的上帝，天地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对阮显明你的慈爱。阮要为着你的疼痛，所享受逐项的恩典，感谢你。为着你享受阮伫即个世间的恩赐，感谢你；为着你的看顾甲保守，来感谢你。阮时常的软弱，不记得你的疼，离开你的道路，浪费你的恩赐。
主啊，恳求你赦免阮。你是公义的上帝，嘛是仁爱的上帝。你怜悯阮，救阮脱离罪恶的道路，互耶稣基督为着阮的罪死伫十字架，洗清阮一切的罪，互阮会当有新的生命。阮感谢你，恳求主帮助阮，永远行你的路，互阮时常笑念你的恩赐，嘛愿意献出家己，为着你来服侍，因为阮知影伫服侍中间，你的用、你的疼充满阮，互阮伫生活中满有平安甲欢喜。过去一年虽然有疫情，互真侪人的生活甲工课充满困难，但是主，你永远引带阮、保守阮。恳求主伫新的一年，互阮有新的愿望，无论是教会聚会，也是生活中，拢有主的带领，帮助阮的每一工拢会使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教示。阮嘛要为着牧师、长老甲执事来祈祷，恳求主赏赐智慧甲气力，互伊，互教会逐项的事工拢有好的安排。嘛要为着每一位会友来祈祷，恳求主，互阮有合伊的心，愿意献身伫你的面前，互阮所做的拢合主你的旨意，心生摆咧以上的祈祷。这时，阮来照主耶稣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应讲。
做伙来讲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阿摩司书3章第1节到第2节。旧约阿摩司书3章第1节，以色列人啊，要听耶和华所讲起恁的话，就是讲起我所带出埃及地的全家的话。伫地上万族中，我只有捌恁，所以我要办恁一切罪过。这一段的圣经记载伫阿摩司书5章18节到24节。阿摩司书5章18节，恁毋望耶和华的一个有灾的啊，恁诚信毋望耶和华的字啊。迄字是暗，毋是光，真亲像人闪避驶来走，不得着形，就一处手瓦壁，就互抓加着。耶和华的字，也毋是暗暗无光，黑暗中无光明嘛。我也有看轻恁的罪记，也无欢喜恁的严肃会。恁虽然献烧祭，甲恁的素祭互我嘛无欢喜。恁献肥的精生做谢恩祭，我无要感染。就互恁唱歌的声离开我，因为恁单见的着我无要听。多多着互公平亲像大水直直流，互公义亲像江流的江河。讲道，请吴玉轩传道讲道第8时，你做上帝百姓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所分享的经文是讲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得罪上帝？一群受到真做伊神的百姓，为什么反倒会失落因的救恩、因的选召？伫细汉的时阵，主理学拢会教讲，伫古早时代。伫旧约的时代，北边的以色列国甲南边的犹大国，因为因无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因为因去拜偶像，所以最后上帝就互因受了，互因的国家灭亡。迄时阵，我都是主理学的学生，我心内就有一个疑问，就想讲，因遐阿尼戆啊！上帝是哈尼有权能的上帝，为什么因无要去拜迄个有权能的上帝，反倒要拜偶像诶？因毋知遐偶像拢是假的吗？拢毋是真的？啊，伊毋是有看过上帝带因出埃及地，带因入迦南地，都有真侪的新业，为什么因无要跟对上帝？迄时阵我从即个问题。去问迄时阵主理学的老师，就甲我讲，因为跟对上帝真忝啊，拜偶像较轻松，所以以色列人生活过了好的时阵，都无想到上帝啊；生活歹的时阵，啊想讲上帝较紧来救我。但是总是也是一个人、一个民族，经过着遐尼大的成业，为什么因总是无跟对上帝到落尾？今日咱接到阿摩司的信息，咱来探讨这个问题：为什么真做上帝的子民，反倒有一天，因的名无人得纪念，因的国无得留顿，因一今日无人得看会见？可能真侪兄弟姊妹拢知影，阿摩司在讲道的时阵。伫以色列国是因上强的时代，迄时阵的国王是耶罗波安2世。伊主持的时阵，迄阵以色列国伫经济上是非常的繁荣的，非常的有钱。伫政治上嘛是真和平的，因为伫以色列北边的话，因进前拢有真侪的政变。有时阵拢有战争内乱，也是讲君王互人暗中去杀死。但是到这个君王的时阵，70年，以色列国是真和平的，并且经济嘛好，
人民生活嘛好，文书军事上都打赢北边的那个叙利亚，就是亚兰。本来是对以色列来讲是真大的对敌，但是伫迄时阵，因互以色列规个打败，无得真做一个恐怖的威胁，并且这嘛是先知约拿所预言过的。伊列王记有讲过讲，约拿有预言讲，以色列国会得将以前失去的土地都收回来。所以咱看到这个时代，其实是一个足好的时代。人民有钱，国家足强，并且上帝所预言的代志拢实现啊！安尼，这个国家有啥物无好的代志？就是这个时阵，阿摩斯对南边的犹大来到北边的以色列，到因的首都撒玛利亚来开始讲道。一开始的阿摩斯所讲道的内容是啥物？一开始就讲上帝要审判。审判啥物？外邦遮大个国家，因为因做爱战争，得到占领，并且因伫外交顶面无信用，所以上帝无欢喜，上帝要审判遮个国家。安尼下骹的百姓听了，阿摩斯讲了袂歹，遐个国家真正无好，上帝要审判，所以因心来听了，拢真好。这亲像咱今仔日。是有人讲上帝要审判，迄个拢在反那个对白的人，拢做无好的讲国家，常常反伫遐战争的国家，上帝要审判。咱嘛会感觉讲安尼上帝的旨意是水的，是好的，咱嘛会介意安尼的旨意。所以迄时阵阿摩斯咧讲的时阵，第一章外邦要受审判，百姓听了，真好。第二章的时阵。阿摩斯讲，南边的犹大，上帝要审判，因为因真正是做了无好，因为对上帝敬拜乱七八糟的，无虔诚，无一个信用，所以上帝一定要审判。以色列人听着，对，咱无共款，咱都尊敬上帝，甲南边的迄个乌白来的亲戚，迄送香的亲戚无共款。咱咧献祭的时阵，拢是用上好的礼物，互上帝是看到这礼物真济，咱真正是足虔诚的。南边乌白来，咱无共款。这时阵，以色列百姓的想法，今仔日的咱，有时阵当会安尼想无？咱当会想讲，咱的信用较好，外教派因有真济问题。因对圣经的认识可能嘛有问题，因的信用认识有问题，并且讲着天主教迄我毋捌，迄怪怪，迄嘛有问题。咱家己真好。阿摩斯讲了这两段了后，下骹的人民拢感觉对，外邦人真歹，南边的犹太人真歹，咱应该是受上帝所欢喜的。阿门，拢要讲出来啊！煞无想讲阿摩斯讲前2章、前2章是讲别人，未讲了，后面都有7章，全部要讲互以色列人的，并且一开始第一句就是伫万族中，我只有肉奶，所以我要办理一切的罪过。听到这百姓就坐袂牢啊！好啊，你是来讨衰？来救助咱的，互咱以色列人不幸的，并且以色列人这时听了嘛足生气的，走来大伊骂讲：你较紧走去啊，走去恁犹大啊，莫伫遮乱啊！咱过了真好，咱遮有王的国，都有那个上帝的圣殿，真好的所在。恁转去你以色列耶路撒冷去骗食骗啉啊，莫伫遮讲乌白乱舞的话。来，互咱的百姓惊吓，因为你讲的是毋对的。咱以色列过了真好啊！你还会讲咱违背上帝的话，还会讲咱互上帝受气。但是啊，阿摩斯是安怎讲的？伊第一句是讲：歹势，我毋是先知，我是正常的，我是正常的。
但是上帝有话要互我来传达，就是这个国、这个人民，恁犯了罪啊！上帝要毁灭你，经受上帝进前是安怎对所多玛跟蛾摩拉同款，今日上帝嘛要安尼来对待以色列。所以以色列到底犯了安怎的罪？咱时常讲以色列人，北边以色列因犯了的罪是拜偶像，是因为因在拜外邦迦南人的偶像，所以因违背了上帝的教示，袂记住上帝的恩典，当互上帝去杀。咱在读列王记的时阵，咱有这个概念，并且历代志，咱会感觉讲代志是安尼。但是咱在读先知书的时阵，咱就会有疑问，就是讲，到时以色列百姓有在敬拜上帝，都虔诚的敬拜，只是上帝无要接纳，所以问题伫多。其实这两个拢是成立的，就是讲以色列百姓的确有在敬拜上帝，但是嘛的确有在拜外邦的神明。为什么安尼讲呢？因为对百姓来讲，因本身因感觉讲因在拜上帝，但是因的内心伫咧拜巴力。安尼讲，毋是讲因无真正去拜上帝，迄是有诶。伊真正有照那个圣经所教示诶，有对上帝献祭，那个造势啊，安怎那个烧祭、素祭拢有献。但是为什么讲？因拜上帝，亲像咧拜巴力啊！因为迄时阵，咱来看，伫那个撒玛利亚，迄时阵出土的文献，因在写谱的时阵，因会讲愿耶和华祝恁平安，安尼会感觉讲，因真正是足虔诚的，有在记住上帝的话。但是同款的批，咱会嘛会看见。伊嘛会写讲，以耶和华跟亚瑟拉之名祝福你们平安。听到这句就感觉怪怪，他都加一个神明的名。对迄阵，以色列百姓的信用出了问题啊！因为因懒散对耶和华的信用，因将迦南人信用的内容懒散到耶和华的信用内面，所以啊。因对上帝认识是错误的，并且影响到因一切的生活，因一切加入上帝百姓的道路，拢偏离啊！伫因的心中，因感觉因在拜上帝，但是因拜上帝的时阵，因对上帝认识煞亲像巴力同款。因想讲，我款加济祭物互上帝，上帝一定会祝福互我。互我得较有钱，得较有权利，也是用较白话来讲，就是咱今日常常讲的要发大财啊，要发大财。所以百姓期待讲，上帝收了因的祭物了后，会祝福因伫日常生活中得较有钱，得趁较侪钱，并且迄外邦人要欺负因的时阵，上帝会替因震惊，会替因。来阻挡这一切的对敌，互因生活完全，因为因已经足虔诚啊，因已经完成一切敬拜上帝的宗教的意思哦。把献出种种加贵重的礼物，上帝应该是足欢喜的，应该是会祝福因的。但是上帝的回应是安怎？咱经文拢有读到，上帝借由先知的嘴安尼讲。我厌恶恁的祭祀，恁献的我拢无爱，我拢无接纳。恁的歌声，献互我的歌声，我无要听。恁祈祷的声，恁献祭的声愿，我嘛无要听。上帝要的是啥物？上帝要的是公义。一个无公义的状况，一切的祈祷，一切的献祭，伊无爱。因为以色列人的献祭，当因毋捌上帝旨意的时阵，反倒是互上帝受气的。
是互上帝无接纳的。安尼，一个互上帝所选调的百姓，无行上帝的公义的时阵，因就无成做上帝的子民啊。伫阿摩司的信息内面，讲到公义的问题，阿摩司上强调的无公义的状况，就是丧凶人。伫阿摩司中强调讲，以色列百姓看到因身边丧凶的人，因无伸手去帮助伊，反倒是看轻因，无帮助因就煞，都吞噬因的生活，互因的日子都哈尼痛苦。就亲像经文6章60所讲的，用我来啉酒，用上好的油家己抹，总是无为约瑟的败坏来担忧。以色列人的有钱的人，享受国家做有钱的时阵一切的资源，用真侪钱，互家己的生活过了多较舒适，多较爽快，总是无看见伫以色列国家内面有真侪同胞行到伫丧凶的下面，因无大的所在，无物件通食，这些不公义，互上帝大受气。所以上帝是安怎讲？因为恁无去照顾恁国家内面的丧凶人，所以恁的命运是受了，并且恁的国家会完全的袂无。可能有人听到这会问讲，为什么丧凶是一个遮大的问题？人的丧凶，毋是伊家己的无努力所造成的吗？毋是伊家己的问题吗？为什么伊丧凶啊？阮爱负责任去负担伊丧凶的问题，并且咱无去做，上帝都会无欢喜。为什么丧凶会影响到上帝的公义？咱爱明白一项最重要的代志。上帝的公义是啥物？上帝的公义是伊的创造一切的美好，是生命一切的美好，无败坏，无死亡，这是上帝的公义。所以，当上帝看到生命流失的时阵，伊看到罪恶的力量在运行的时阵，上帝会受气。所以，丧凶是个人伫上帝的土地，伊无法度维持伊的生命，伊的生命开始流失的时阵，这是上帝感觉伊的创造受破坏，伊的公义已经失去啊。所以上帝无容忍安尼的状况。所以上帝对百姓的诫命，咱会当看到伫申命记第15章第40到第50。恁若留心听耶和华恁上帝的话，一手来行我今日所命令这一切的诫命，就要伫恁中间无丧凶人，也是行上帝的诫命。咱社会中间应该是无丧凶的人，但是同款伫申命记15章，上帝嘛讲，但是伫这个地丧凶人永远袂长。上帝知影人做袂到。因为罪恶的影响，这地面一定有无公义的代志。所以上帝要求伊的百姓，你看到你的兄弟丧凶的时阵，你一定要伸手去帮助伊，袂当放杀伊。这是上帝的要求。所以对毋遮，咱就要注意到，伫上帝的命令内面，帮助丧凶人是一个命令。是伊一个公义爱得到的所在，因为对上帝来讲，人的生命是尊贵的，也是有人的生命因为经济的缘故，煞失去伊的生命，上帝无欢喜安尼的状况，并且也是发生伫上帝的百姓受调来加做伊的见证的百姓。反正互家己的兄弟姊妹因为丧凶失去生命，上帝会因为安尼大受气。因是要伫这个土地诚做神的，诚做见证的。因害互恁的兄弟无通食，互外邦人看到讲，上帝的百姓还死伫伊的土地，
上帝绝对所受气，所以这就加做一切人的罪，并且安尼的罪恶到最后，咱看到，无论阿摩斯是安怎来苦劝，安怎来拯救以色列人，并且伊嘛有替以色列人求讲，上帝啊，你在何莫降啊遐重，因为以色列无遐多来承受，来承受，但是最后咱嘛知影，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后是灭亡，并且是完全的灭亡。伫历史中，北边的以色列，其实比南边的犹大都较强，都较有钱。伫迄时阵，外邦人中间，因是较尊敬北边的以色列国。迄时阵，犹太国是互人看作烂烂的，无价值的。北边的以色列国在暗地做王的时候，迄时阵，互伊的称号是大王，足尊敬的。但是今日，以色列国伫打落，上帝最后拯救的，只有南边的犹大尔尔。以色列国是完全的灭亡，伫历史中完全的定论。所以，咱今日咱对阿摩斯的信息，咱来反省讲，咱真做共款受掉的上帝信的百姓，咱应该安怎来行上帝的道路？咱安怎来片面讲会陷落伫共款的毋对中间？对这阿摩斯的信息有两个足重要的提醒。第一个是信仰的态度。咱最容易犯了的错误，就是讲，咱最容易去看到别人的毋对，看到讲别人信仰的缺点，看到讲哦，你做这个代志会陷落伫上帝的受气内面，煞真做，煞很少看到家己。咱拢在看别人的时阵，会互咱家己一个感觉，就是咱家己真好，咱会真做家己做伊，感觉家己无问题。这是咱信仰中爱片面的，因为咱若是看袂清家己的信仰的状况的时阵，就亲像今日第3章第20节所讲的，万民中我当捌你，所以我当要审判你。上帝一切的诫命甲要求，拢是面对伊所选调信的百姓，毋是面对外邦人的。毋捌上帝的外邦人，上帝无要求，因的审判是上帝的代志，毋是百姓去审判。所以咱要注意到，主权是伫上帝的手中。咱若是想讲咱是受调的百姓，咱较加做伊。以色列人嘛是安尼想，咱是受调，咱是义人，咱无问题。最后，以色列国无到流顿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是咱的思想定睛伫上帝的旨意。每一日爱反省讲，咱当有行伫上帝的正路，无偏离。阿摩斯的信息提醒咱，上帝的百姓是有可能会失去信仰的真理，并且互外邦人所掠去。所以咱爱想讲，咱教会当然嘛互世俗的力量所掠去，反倒失落上帝的恩典，远离伊的国甲伊的旨意。所以咱爱时常来祈祷，来灵修，来安静的思想讲，咱日常的行为，当有每一个代志，拢合伫上帝的旨意。咱当有互世俗的价值观来引用咱的信仰，充满咱的内心，反倒互上帝的真理去让位互世界。咱每一日想的是啥物？是咱要成就的代志吗？咱要摕到的利益吗？咱想到这的时阵，咱当有去伤害到别人，当有去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咱要摕利益的时阵，也是有人主动，咱当会去伤害伊，安尼上帝当欢喜无？这是咱爱思考的，也是咱伫日常生活中，咱失到了上帝的旨意，无真做上帝的见证的话，安尼上帝的计划内面，伊的计划会继续真行，但是咱就对袂到。
上帝计划是袂停的，你无照伊的路行，你就互伊放杀，羊无味啊，就要去杀伫外口，这是咱要注意到的。可能听到这，弟姊妹会感觉讲，你的信是真相当啊，这一个基督徒真正伤痛啊。但是上帝知影，上帝知影咱做袂到，咱无遐多完全。但是上帝呼召的是一群虽然有罪的人，但是愿意跟对伊的人，愿意跟对伊的百姓，愿意来遵守伊一切的诫命的人，愿意用一生的生命来行基督的道路。重要的是，有正就的人看到讲，这就是基督徒，一看到就想要学，就要甲阮同款，来成做上帝的百姓。咱爱互世间人看到讲，伫咱身躯顶面有上帝的荣光。最后，咱用约翰一书的3章17节到18节来做今日分享的结束。人若有世间的财产，看到伊的兄弟欠缺，也无开伊的自心，上帝的疼减有点伫伊啊。生囝，咱的三疼，毋通用为用指，就用行为甲诚实。咱额头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你是圣洁、无瑕疵的上帝，求你教示阮，引带阮，互阮一生的生活下伫你的正路，有利益伫你的国、你的荣光，成做你圣的子民，永远远远踮伫你的身边。愿主的保守、甲教导、甲真理，永远无离开咱。伊都拢是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即时做伙来读2摆今仔日的经句。人啊，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，上主爱你什么，都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相比甲你的上帝相共行，伊甲书6章8节。囡仔，什么是好？上主爱你什么，都爱你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相比甲你的上帝相共行。约书章8节，大家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信诗21首，信诗21首，请起立。
请坐奉献，请曾志阳技术、林婉莹技术、王宗惠长老、廖穗芬技术。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：第3点，月1月23号，小会决议上山教会建堂委员会组织意在伫招募，请兄弟参考。第4点，今日第1场礼拜了后，要伫1楼举行写春联活动，欢迎兄弟参加。第6点，请兄弟参考主部39页对29暝家庭礼拜。第7点，2月1号上午9点半要举行新春新社礼拜，请兄弟参加。11点，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着要庆祝马街内台山教150周年，3月5号甲6号要伫台北市和平打救场举行庆祝的活动，邀请林丰信牧师宣讲。3月5号暗时6点半到9点是庆典晚会、青年献声会。3月6号上午10点到12点是联合庆典礼拜。为着要报名甲预办车位，请兄弟伫2月9号以前打电话到教会，也是伫1楼广播栏登记。后一个林鸿信牧师的册《与马街同游淡水的绿波荡漾》，马街新观，本来是350块，优惠是263块。要买的兄弟，请伫2月8号以前伫2楼广播栏登记。
听牧师补充报告。咱即时已经进入要过年吼，所以咱请兄弟若转去，咱若准备要转去故乡吼，也是全家聚集的时吼，咱嘛爱尤原注意迄个防疫的规定吼，甲卫生的规定。希望讲咱拢会当真平安来过即个年。即时咱来为着咱的兄弟来祈祷，互咱为着咱的世界，为着台湾，吼咱看见天灾人祸不断，咱恳求主的怜悯，咱嘛为着伫北国离遐宣告的遮宣告书来祈祷。第二，咱嘛为着欢迎的姊妹培文。第三，咱为着带因的遗体转去善终，吼，这是洪超兄的爸爸，伊因为迄个蜂窝性组织炎吼，伫遐来带因，咱恳求主的医治。咱嘛为着肖培凯兄，这是雨婷，吼，雨婷是咱苏琴的姊妹，吼，伊的先生就是对楼梯跌落来，吼，迄个肋骨吼断2支，所以昨有进行迄个手术，拢真顺利，互咱恳求主的怜悯甲医治。第四，咱嘛为着伫处理疗养的遮个兄弟姊妹，吼，咱为着Delphine小朋友，吼，这是咱伫丹麦的姊妹伊的囡仔吼，就是着迄个Omicron的即个染疫吼，咱恳求主的医治。嘛为着幼群、志平兄、蔡曾姐、明珠姐、俊兴兄、邱菊姐、邱玉姐、应轩、钟贵兄、庆和兄、秀恩姐、志金姐、碧雄兄、张老师、米霞姐、米兰姐、邓妈妈、龚琪姐、陈其雄长老、阿淑姐、怡丽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丽珍姐、美珍姐、佑庄兄、李翠老师来祈祷。吼，咱嘛为着咱过年期间，咱拢会当真平安来祈祷，互咱开喙来祈祷。恳求你医治，互因真正的恢复健康，去处理合用的恳求主你的看顾帮助，互因会当真平安。咱也要为着阮的台湾祈祷，所以咱恳求你帮助牺牲的台湾，阮甲即个世界，咱会当伫上主你的医治的下面，是互咱无因为疫情过较真正好，恳求你当真。咱也要为着各地所在宣告遮宣告祈祷，恳求你扶持帮助，互因拢会在上帝所信实的应许，为着信实的平安甲福。主啊，感谢你拣选阮即群有罪的人，互阮来到你的面前领受恩典。主，阮恳求你帮助，互阮领受恩典了后，阮会当是得到即个福音，得到即个好消息了后，阮阁会当去甲其他的人来分享。主帮助阮，特别伫过年期间，阮甲亲人聚集，主遮个亲人朋友有真侪也毋捌你，主恳求你保守阮的言行举止，互阮会当诚做好的见证。主，阮也要为着阮的世界台湾来祈祷，帮助阮，互阮虽然活伫即个真痛苦、真艰难的时代，但是主，阮有仰望，阮对上帝有仰望。主恳求你帮助，互阮伫即个世界真困难的时，互阮会当替即个世界来祈祷，互阮会当对阮四周围人付出疼甲关心，帮助阮、使用阮，互阮亲像一拍的灯火，会当照伫即个黑暗的世界。阮也要为着伫逐所在宣告的宣告书祈祷，特别伫过年期间，因也无法度转来台湾，甲因厝内的人做伙聚集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安慰、扶助因的内心，互因会当勇敢壮大，也互因会当真好来适应遮个无所在遮个无共款的所在，各国的文化甲语言的学习。主，阮也要为着真侪伫处理疗养兄弟姊妹，主啊，恳求你帮助医治，互因紧紧来恢复健康，也是伫病院接受医疗的邓伯伯甲皮凯，主啊，恳求你紧紧来医治因，互因会当紧紧转去厝里。主，阮将阮兄弟姊妹，阮头前即个新的年的过阮的即个假期，主，阮拢恳求主你保守，帮助阮，互阮甲厝里。互阮甲朋友的聚集，拢有上帝你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伫阮的中间。
也恳求你辅助阮的教会，帮助阮，互阮伫你的事工，你互阮的遮个头前的方向，主互阮拢会当按照你的旨意来行。恳求主扶持，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即是来用信息395首，信息395首，听死了，请牧师来教导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姐。